好，请我们打开何西阿书第5章1到7节。何西阿书第5章1到7节，那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来起印上半节，大家来起印下半节。哈，那个黑点的第5章。第5章1到7节，但是第1节有3个段落哈，所以第3个段落我们一起来合哈，其他都起印来。众祭司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王家要侧耳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伯山如铺张的网。这些悖逆的人肆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上帝，因为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之极。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狮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好。可以协助把那个门关一下哈，有声音。我在准备的时候读这一段圣经读了好辛苦哦，一点都没有盼望，都是审判信息，蛮难过的。好，在这7节里面呢，先知是浓缩了，把先前的演讲浓缩起来，1到7节。那5章1到3节是用上帝直接说的。来，你看5章第1节哦。众祭司要听我的话，我不是先知哦，听耶和华的话。以色列要留心听，王家要侧耳听，这是上帝直接说话的形式。5章1节、2节、3节都这样。你看第2节，这些悖逆的人等等，我却斥责他们。那个我都是指着耶和华直接说的。好，我们来看4到7节。你看4到7节变成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上帝，有没有他们？所以改为先知说话。所以5章1到3节是上帝的责备，然后呢4到7呢变成先知的回应，在上帝面前的唤醒。所以整个信息都是悔改的信息。好，那我们一起来读第1节一起来。众祭司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王家要侧耳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伯山如铺张的网。其实第2节呢，我们也一起读，这2个一样。来，这些悖逆的人肆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来，我们来看5章第1节，这里连续有上帝审判的对象有3种人。第一种人叫众祭司，第2种人是以色列家，第3种人是王家。好，这3种人，那呼召呢也有重复3次。你知道，我们知道上帝对人，希伯来的语法。重复2次表示强调比较级，重复3次是最高级，表示这个国家整个根基全部都败坏了。好，他受惩罚的3个目标，第一个是祭司。前面4章4到19节都在讲祭司。换句话说，宗教人员的堕落。是那个国家几乎都腐败到没有办法，宗教人员是良心的最后
最后的什么堡垒，连这个堡垒都没有了。我们知道哈，那个在西方的三权分立以外哦，有第四权。你知道那个第四权是指的什么？媒体是第四权，教育也是第四权，宗教也是第四权。可是我们台湾哦都被规定，被我们的那个政权规定哦，宗教不可以干涉政治，这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了解吗？在国外里面哦，在基督教的传统，在伊斯兰的传统，在所有宗教的传统里面，宗教都是最后的良心，而不是政府的帮凶，不是帮政府做任何坏事哦，来做什么？背书。所以他说，祭司啊，你要听我的话。我在当兵的时候是1979年，我整天看那个电视哦，都看到什么你知道吗？1979年看到越南在撤退的时候，那个阮文绍政府跟阮高旗啊，这贪污到很严重的时候，那时候不得不僧侣出来了，佛教的僧侣都去淋那个什么，淋汽油自焚。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很深的感受，因为我国小5年级、6年级的时候已经吃长斋，我准备那时候有3个人要收我做徒弟，其中一个是菲律宾的，就华人啊，还有一个是越南的。那如果我那时候出家的时候，大概民国68年66年了，就在越南烧死掉了。那我们的政府通常都把这个都归咎于是僧侣的干涉政治，有没有？整天骂僧侣干涉，其实那僧侣不是出来烧别人的，是烧死自己。那表示对国家极其痛心呐，极其痛心呐。好，那这个，所以第一个批判的是祭司，第二批判的是部族跟地方首长，他用以色列家。那为什么用以色列家？哈，那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以色列人他们最基层的单位哦，台湾以前叫保甲啦，保甲，好，保甲啊，所以呢，以前叫保甲制度啊，所以报户口叫啥？做家啦，好好，做家教就是你的家庭里面呢，要报到保甲里面去，好，这个做家教啦，就报户口的意思啊。啊，以前是那以色列人的最低的单位是什么？十夫长，了解吗？十夫长，以色列人只要到任何地方去，只要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自然而然的结成一个民样，民样就是小组，就10个家庭，哦，他们就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然后呢，如果有3个民样组成的，他们就建立一个什么会堂，哦，就是这样啊。所以，请问十夫长上面是什么？50夫长哦，不是100夫长。结果这时候呢，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网络，教导上帝的话语，彼此代祷分担。结果呢，这些以色列家不足的地方，这些人全部堕落。哦，这个很可怕，连最基层的都堕落。我们就想起我们以前台湾那个邻里长在买票，了解吗？在贿选，那是很可怕的。然后农会本来应该是支持整个农民的，对不对？包括了全部都还有水利会，整个基层那种败坏都很恐怖。好，我们再想一下来，圣经上竟然先知敢这样讲，他简直是冒众怒。好，第3个他又讲到王家，就是行政权的君王的家族，所以
换句话说，面对整个国家都败坏的时候，何西阿这样讲的时候，我看何西阿真的会没命了。这乌鸦嘴，但是他真的敢讲，真的愿意成为中流砥柱。然后呢，我也想起马丁路德一个人对250多个罗马公教的神学博士，他一个人，他还是乡村的小博士，哦，面对从罗马帝国派来的全国的精英倾巢而出，然后一个人对抗他全部对抗他一个人，结果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 "Here I stand"， 这就是我的立场。如果我讲的任何话违背圣经，我不但收回，而且我把这些书烧毁。如果没有的话，愿上帝帮助我。结果这一些人真的找不出来，而且那些神学博士吓到了，这一个小小乡村的人竟然写了250几本书啊！你知道那个马丁路德啊，那个影响多深啊！所以今天好像教会都注重量，可是在这里很清楚，要侧耳而听，要留心听，听。来，我们都不要搞错了哈。听的希伯来文叫 shamai， 听的意思是顺服啦，顺服的意思啦，顺从啦。我们的听呢，不是翻作 listen 啦，都翻作 obey 啦。就是他们没有尽到领导的责任，悖逆犯罪就渗入了各个阶层。所以他们既然居领导地位，不负责任，所以从宗教到司法到行政，都要受上帝的审判。那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啦。我们的国家现在面临的是整个生存的危机啦，真的生存的危机啦。好，所以这3个聆听的动词都是加强语气，它的内容没有什么差别，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逃避责任了，逃避责任。好。那他就举出具体的例子，你知道，你这些祭司、这些地方官长跟君王，你们做了什么动作呢？你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说要审判你们呢？他说：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他伯山如铺张的网。那个第一个网罗翻得不好啦，现在的话应该叫陷阱啦，了解吗？陷阱呐，铺张的网就是才叫网罗啦，所以他们都是打猎用的。奇怪呢，那个祭司照理说应该是教导真理，教导人如何来敬拜上帝，对不对？结果变成网罗，使这一些人变成去拜异教，好可怕那些各个小族长、民样的那10夫长、50夫长，照理说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扶持，使弟兄姊妹走向正路嘛，彼此劝诫，互相督责嘛。结果变成挖坑，让人家进去。这个很可怕。所以整个国家都说，因为受骗，这个人民都因为受骗而失去自由，整个全部都这样子。那他讲2个地方，其实呢，第2节第2节里面这些悖逆的这个字啊，悖逆的这个字其实是那个实停呐，十分那一的什么的实停呐。其实这个地方，这3个地方表示什么呢？表示一个是以色列的北方，一个是南方，一个是约旦河的东岸。那其实在讲什么？说全国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沦陷了，这样了解吗？几乎都沦陷。如果我们有机会看一本书叫做《宋家王朝》，你就知道大陆要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所有最贪污的整个集团，你知道是什么人吗？都是基督徒，了解吗？只有基督徒才有办法把杜鲁门的整个美元系统贪了70%，这很可怕。
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反省。然后来台湾现在的妇联会又把我们的那个绕金捐啊，那个几千亿这样子弄走，到死都不肯悔改。那时候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在牧会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人，我实在怎么办？我都明明知道。我有一次要被请去国大代表、国大立委、立院呐、讲到了老国代的时代，孝文，他就问我题目啦。我跟他讲说我要请他们下台了，他说你可不可以换个题目好不好？我说不要，他们下台，他们已经没有民意了。结果他就没有请我了。我的意思是说，我那时候说，如果你不请我，我就不去。啊，你如果既然存我，我知道照圣经讲真理的话，不然的话，你看哦，地方全部都沦陷，然后呢，阶层全部都沦陷，啊，他就面对这样子，请问何西阿情何以堪？他不揭发的话，他也可以过，就平安平安平安。但是他一揭发的时候，他变成什么？全民公敌，全民公敌。好，请问到底他揭发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没有用，北国沦陷了，没有。但是，请问何西阿的书有没有被那些渔民的人、剩下的人把它写成正典？了解吗？放在正典里面。所以你知道吗？当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请问以色列还有没有拜迦南宗教？没有。有没有拜偶像？没有。所以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很敢于反省的民族。他们的祖先犯错了，不等于，而且何西阿做了，没有人理他了，国家败亡了。但是后来他的子子孙孙就不再重复何西阿那时候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犯错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何西阿成为一个见证者了。如果我们国家跟我们的人民跟我们教会如果再不反省的话，我们很可怕。我去德国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他们的那个反省能力。我们去德国的时候，去那个马丁路德结婚的那个教堂，结果旁边竟然有一个大的纪念碑。那大的纪念碑写什么？你知道吗？写马丁路德犯的错，然后用德文、用英文、用拉丁文、用希伯来文。说马丁路德，你仇恨犹太人，你错了。然后他又说，我们杀犹太人，我们更错了。然后呢，去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人是台湾人去的，我们这些人是台湾的天主教啦，各教派代表去啊，圣公会、卫理公会、什么长老会。结果你知道吗？德国人竟然这样叫我们围起来，是跟我们鞠躬，代表认罪。我说我们又不是犹太人，为什么跟我们认罪？他说不是，我们杀了人类，我们有罪了，我们从此以后不容许我们以色列再这样。所以我们去哈诺瓦的时候，哈诺瓦是他们德国研发武器的，他们那个武器最厉害的地方，哈诺瓦，结果他们把那个武器变成镰刀啊，变成什么？就是以赛亚书的那个。然后他请我们去参观那个英雄馆。他们英雄馆我以为他的地下室是腓特烈大帝啦，他们德国统一的俾斯麦啊，我以为是这个人。结果里面所有的国家的所有英雄，全部都被请走。整个馆空荡荡，只有一个妈妈抱着她孩子在哭，在世界大战的时候。然后呢，外面不是有那个吗？他因为那个房子盖了很久，700多年了，不是有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的那个每一个将军这样子吗？结果头都把它挖掉呢。我说你们为什么把头挖掉啊？那个是古董呢。他说我们德国人如果敢再发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德国人发起的嘛。如果我们敢再发起战争，我们的头就没有了。他们就非常的那个。
那种全国的那种意识啊，那种觉醒啊。好，犹太人反省，德国人反省，所以这段圣经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结果，但是影响到后代的子子孙孙，以及我们现在读圣经的人。好，所以我们现在的传道人如果是先知型的，我们要有这种勇气。好，我们来看第2节。他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施行杀戮。悖逆一词跟生庭很相近，就是深坑的意思了。好啊，但是呢，他们施行杀戮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杀戮这2个字，就是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的用法是指着以赛亚书57章第5节，以西结书16章21节的用法是残忍的献婴孩为祭啊。换句话说，这国家的人哦，奇怪，祭司跟部族的首领跟皇家，他们竟然敬奉异教的神，而且杀戮幼童为人祭，这个罪孽好深好深。所以上帝会在内怒中审判。好，这里有第2节的下半节说什么呢？他说：“我却斥责他们众人。”斥责这是指着父亲管教儿女教育的过程，要他们重新顺服。所以上帝在好像这个内怒当中的时候，上帝仍然是用父亲的心态对儿女产生一种新的教育、新的管教，使他们能够回头，还是出于父爱啦，父亲的爱，好，父亲的爱，希望他能够回头。来，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你现在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好，第3节，你知道我们知道1、2、3节都是讲到上帝的第一人称嘛？啊，第3节呢的希伯来的语法是我，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色列啊，你们现在行淫了，所以这个强调这个我，意思是唯独我，深知以法莲的情况。以色列跟以法莲是同义字，都是指的北国以色列。意思说你在献祭、杀婴孩、挖坑、挖洞，你知道布置网罗这些东西都行在暗中嘛？了解吗？都行在暗中。但是上帝鉴察人心，上帝对他们的行淫、对他们拜偶像了若指掌，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上帝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在上帝面前隐瞒呐。如果一个传道人表里不一、前后不一、内外不一、家庭跟家庭外不一，那是很大的悲哀。教会也是这样子，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要彼此劝诫，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不要玩这种以为上帝不知道，以为上帝不知道。好，1到3节就是讲到先知的审判，但是是上帝直接审判，透过先知讲话。好，第4节以后就变成先知了，好，变成先知在讲话了。好，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为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上帝。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所行的？这里他们是指的祭司，在这里很显然就一言道尽祭司所有的罪，说他们在心灵里面灵性上的纵情淫乱，他们跟
本来祭司的心要跟上帝，要跟耶和华要心有灵犀一点通，结果他们不通，他们跑去跟魔鬼邪灵通，哇，这是很悲哀的。本来祭司被膏立的时候是要向耶和华效忠，而且祭司要奉主名来为以色列人祝福，对不对？所以祭司是最好的福星，使以色列人蒙福。而且你知道吗？祭司12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是祭司支派，叫利未支派。而且利未支派没有分土地，你们知道吗？为什么他们没有分土地？因为他们散居在以色列任何的角落，表示每一个地方，不管你是迦得支派，你是犹大支派，你是流便支派，你是任何支派里面，你迦得支派都是迦得人而已嘛，你那个流便支派就是流便人而已嘛。但是里面所有地方都有什么？都有利未人。啊，利未人中间再出来的是亚伦的后裔，就是祭司。所以利未人跟祭司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全职的传道人。然后这些人都要负责教导什么呢？教导那些十夫长、百夫长，然后整个全国都要教导真理。结果他们应该成为福星，使别人因他们蒙福，所以他们要祝福人，结果却变成嫁祸人呐、福星的相反叫扫把星了，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呢，结果这一些人他们所行的，他们没办法归向上帝，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不是他们不认识认识不是中文的认识，认识是亚当跟夏娃同房，那也是用认识，意思说他们没有委身给上帝了，因为他们要唯一，他们要委身给上帝，所以4章6节说他们弃绝知识，他们不认识上帝，表示说他们心就故意悖逆到底了。那我们知道，夫妻如果有外遇或者冷落，通常最后知道的是配偶，同意吗？那个儿女会变坏最后知道的一定是父母。可是圣经上讲到，当那个传道人、祭司，他要变坏，最早知道的是上帝。上帝知道，明明知道，他还要这样做。所以，我有一次遇到一个长老跟我们讲说，那时候我是神学生嘛，他说：“胆小，这种事只有你们这些传道人敢做，我们这平时都不敢。”我听得非常难过，非常难过，非常难过。所以我真的，我读到圣经里面，每次我读到那个有一个人叫约书亚嘛，约书亚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在进入迦南地以后，他最后要死的时候跟他们立约嘛，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那种独立的人格、独立对上帝负责任的心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学习起来。我去以色列，我发现以色列人那国会的吵架可怕，比台湾还厉害，吵架打架都比我们还厉害。可是他们对外一定只有一个同一条心，同一条心。他们那个风度他可以跟你不一样，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对国家忠心，每一个人都对上帝忠心，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独特的，所以我可以跟你吵，但是等他一决定，大家都一样。这个文化很不简单我们那个民主素养差他们差太远了，他那种精神，每一个人，我很惊讶。你如果到以色列，你会看到他们的公车司机拿着机关枪在开公车，我觉得好荒谬。然后呢，研究生在做实验的时候拿机关枪，还有那个
你知道那个不是百货公司小姐，我比较少看到，那男女都有。你知道那个游客中心呐、我们要去游客中心，再帮我们指点的那个，拿着机关枪。我那时候你干嘛、啊？他说我是现役军人呐、他们现役军人只受训2个礼拜，然后就回到各行各业。所以我是大学生，可是我是现役军人啊，我做2年啊。如果我退休了，我就把枪放下啊。如果如果在台湾还得了，乱扫了，抢劫了。他们真的15分钟内，第一批就动员起来；45分钟内，第二批那个35岁以下的，那第二批就动员起来。是那个信仰跟那个，所以我看荷西亚的时候，那时候的失败哈，但是他们会从历史上学教训。好，黑格尔这个德国的神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他说。我从人类的历史得了一个教训，就是人类不听历史的教训。荒谬哈！他说我从人类的历史得了一个教训，就是人类不听历史的教训。那我们今天我们有幸读到他们的失败，得到这个教训，我们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教训？好，那个中国有个人叫魏征嘛，对不对？魏征检太宗。14书，他说以铜为镜啊，用那个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对不对？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你看镜子，你可以把衣服弄得很干净啊，衣冠整齐。你从别人身上做借鉴，你可以学习到人生的道理。但是从历史呢，可以这个。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先知的那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想到，当年他们这样，现在呢，他们就反省。所以，好，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第5节提到以色列人不信奉耶和华，然后还以这个为骄傲，意思就是说我们敢呛耶和华，实在是悲哀。他们用自己的礼仪建立他们的信念，以为他们稳妥，这种过分自信，而且他们当面见证自己，奇怪，他们要让上帝来见证才对了，自己见证自己。所以他们这种见风巴力，定自己的罪，然后可是他们却自以为是，自以为义。我们这礼拜天那个台语礼拜，我们还会继续讲那个因信称义。基督徒强调我们的信仰是。我这个人，我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救恩，因为我不配，是上帝白白的称我为义。所以这个因信称义这种观念，其实从旧约就有了。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就称他为义，所以是领受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这里，他们一骄傲起来就很惨。好，我们来分辨一个名词骄傲跟尊荣有什么差别？尊荣之先必有什么？谦卑，对不对？所以谦卑就是尊荣。骄傲跌倒之前必有什么？骄傲，跌倒之前必有骄傲。还有跌倒狂心。换句话说，骄傲跟尊荣不一样。尊荣是从神的眼光看我自己。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 Israel 上帝的子民。好，我是上帝的子民，是上帝所拣选的，是有君尊的祭司。好，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是这样子，是成为万国的祝福。因为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是要使万国因为他蒙福嘛，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等等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一个人很有尊荣，我们要求
要我们从上帝眼光看我们自己，觉得上帝拣选我们是要使别人因我蒙福，是使我们家庭都因为我蒙福。如果我在工作岗位，我在哪一个工作岗位，我的工作岗位的人都因为我蒙福，这样的叫做尊荣，这样了解吗？啊，骄傲是把别人踩下去，把别人比下去，说我比你好。其实呢，保罗有说对哥林多教会人说，我们都是领受的，对不对？我们的恩赐、才干、智慧、恩都是领受的。为什么骄傲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好，第5节是骄傲。好，我们再看第6节，一起来。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离开他们。这里讲到，他们牵着牛羊去献祭，去为自己赎罪，这原本是正当的，了解吗？原本是正当的。但是他们将耶和华当作巴力，用异教献祭的方式，就犯了严重的错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我们把耶稣拜耶稣把耶稣当作妈祖的话，那就很惨，对不对？你们知道民间信仰是跟道德品格无关的。像我们村子有一个人在做一个生意，结果被政府临时抽检，他的几万箱的汽水几乎都污染了。结果那个政府那个人抽检了3瓶，刚好都没有污染的。他没有损失啊，放鞭炮啊，然后呢演戏啊，酬神戏。就演了什么100场啊，一场戏也要1万块呢。他说这个很得意啊，不罚。就这样子，好像上帝可以因为我的神明可以因为我的贿赂，因为我的拜拜而那个，所以他们就牵了牛羊去，结果寻不见的意思是上帝不能向那个不洁的民施恩呐。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才发现上帝已经离开他们了。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够虔诚了。我刚大学毕业，当兵退伍回来，我第一个牧会的地方是在东港国语礼拜堂。我在那里牧会，我认识一个军官，他就跟我讲说，为什么以前的传道人不给他施洗？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晓得我的官职这么高吗？那些小兵都可以受洗，为什么不可以？我说受洗是根据你有没有悔改信主啊。他说我圣经都读几遍了，我奉献都比别人多。我说怎么，我讲了一堆，他比别人优秀了。我说我那时候也很年轻啊，才24岁啊，大学毕业。我说如果你这种态度你没有资格受洗。因为真正要领洗的人是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亏欠，承认自己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要和好。结果他就告诉我，就骂一个人说，那个人凭什么受洗？就有一个人是那个叫做中风啊，讲话都不清楚了，每次来这个家庭礼拜都讲不清楚。那我就跟他聊，他就跟我讲说，陈弟兄，你知道吗？我以前就是打太太，然后赌博、喝酒什么，然后玩女人出去，结果呢，我败坏了，上帝管教，我就中风了。中风回来以后呢，他发现他太太跟他儿子对他不离不弃，他就一直每次聚会他就一直流泪，一直祷告，一直哭。他就跟我讲说，像那种人做那么多恶了，还可以洗礼，还可以什么？他还有脸来教会，那我怎么不可以？我跟他讲说，不是这样。基本上我们是领受上帝的恩典，不是在那边骄纵人，说别人别好。韩国教会带给全世界也有个很恶劣的风气。我们去韩国的时候，他们那个以马内利教会马上问我，你们教多少人？我说20几个、30个了。
可能师母说那时候有10几个，不晓得，我那跟他讲20几个。20几个你出不了啊？你那时候20几个没有办法出去的。哦，是哦，是哦，反正40个有40-50个，40-50个都来了。哦，对，40-50个，你知道吗？韩国那个牧师，我印象很深刻，他就不理我了，他找一个神学生陪我，他说你这个人连我们的小组长你都没有资格招待你，我们的小组长至少都带了60-70个人，就找一个神学生陪我，那就不跟我讲话，哦，好有趣。我第2次去韩国再看到他，我觉得蛮有趣的。他们分阶级的好厉害。那夫人每个来都接待啊。没有，我们这一团的啦，我们这一团的跟北卫跟什么去的，他也不是要接待，不是接待我啦，是接待卫理公会的。但是他觉得他就是只跟会督讲话了，因为他的教会1万人嘛，啊，他就这样子，他分阶级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一定要接待我了，他也接待我了，去吃饭了什么了，只是我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不想跟我讲话了，这样了解吧？OK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当年我大学的时候就跟我们村子的一个任小姐挑战了。那个任小姐哦，我印象很深刻，她专门在我们的村子骑着一个很小的脚踏车，她整个头发都金头发，她是芬兰人。那我们村子看到她说美国啊美国啊，她说我不是美国人，我是芬兰人。我们村子人哪有知道是芬兰人？他就专门在我们村子里面去观察你有没有麻风病，就带人家去看病。他因为跟他讲说，先生你有一种特别的皮肤病哦，就被人家揍、被人家打、被人家用狗咬。然后这么爱主的人，然后他也是我们村子里面，他是护理师嘛，所以就专门在人家不要做那时候 TB 啊，肺结核他都去帮忙打针啊，拿那个慢性处方针给人家。他是那个平肌跟横肌的护理师，我就跟他讲说，为什么你们外国人都要用奶粉、面粉来贿赂、来勾引人入教了？我那时候刚信主，我就问他这个问题啊，我这个很冲嘛然后他跟我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乡下跟那个宣教士一起问一个人说，请问你有灵魂无？要跟他传福音啊，那人讲无。我年份、米粉拢总无，我讲你有灵魂没有？你有灵魂无？你跟我讲我年份、米粉拢总无，要直接来跟我们要啊！我觉得很丢脸啊！怎么台湾人看到外国人就跟他要啊？你们有没有毯子？有没有什么？好，你知道那个任小姐怎么说？你知道吗？她说：“但兄弟，你误会我，你误会我。”他会讲台语跟英文跟那个芬兰话语。他说：“你误会，你误会。”我们绝对没有说我们比你好、比你有钱来救济你们。我们觉得那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的恩典我们应该跟你们分享，就这样而已。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其他动机啊，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你为什么白白对我好，你一定有企图吗？对不对？我们的文化没有恩典这个观念啊，没有恩典的观念啊，所以今天这个圣经在教导的是恩典。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恩典、感恩。如果我今天我的儿女有什么成就，我们的婚姻比较好，或者我们的什么经济比较好，这一些东西都要拿来感恩，成为别人的帮助跟扶持，而不是说我比你优秀，比你行。嫉妒就是看怎么样，恨不得别人好。了解吗？骄傲就是看别人比较差，这两个是双胞胎，所以这里就讲到他们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到他们呢，最后他们向耶和华那个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一起来。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狮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月朔就是新月啦，月望就是满月啦，满月。所以新月就是初一，满月是15，所以他们向耶和华行诡诈，生了狮子，他们对耶和华的不忠贞，好像一个不贞洁的妻子，秘密跟人通奸，而且还生了孩子。所以他的儿子表面上是丈夫生的，其实是私生子。
她欺骗了丈夫，所以以色列人的不忠也是这样欺骗上帝的，这样欺骗上帝。然后到了月朔就是新月，在一年的狂欢节里面，新月来到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捉齐的做自我毁灭了，然后就十分的淫乱、狂欢、大吃大喝，而且还可能献人祭啊。所以地业原来是耶和华所赐的，可以代代相传的。结果他们那个狮子怎么可能呢？可能继承地业呢？所以他们，你知道他们狮子的时候拿来做什么？献人祭，了解吗？好可怕啊！好可怕啊！因为迦南人认为巴力是生产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为了生孩子，就向巴力求，结果他们得孩子。但是上帝说，这样的孩子不是他所赐福生的，所以称为私生子。这是私生子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他们竟然去拜巴力，上帝就离他们而去，就不承认他们原有的夫妻关系。好，所以先知这一段的信息呢，我们简单就来做几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应当专一的委身于上帝。尤其我们要学习何西阿敢面对众怒，敢成为一个横眉冷眼面对千夫子，成为一个另类的人，而不跟人同流合污。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敬佩的那个心智。所以我们看到何西阿不只是他的家庭是一个我们值得我们佩服的，他甘犯众怒，这个实在太那个。所以然后呢，何西阿其实他要求的是专一委身的信仰，专一委身的信仰。我们不可以既拜上帝又拜马门，那个背后的动机。隐藏的那个在这里也很清楚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在我们的社区，我们都应该成为别人的福星，而不要成为别人的网罗、别人的陷阱、别人的深坑。这是整个上帝直接责备5章第1节的。台湾的像那魏应充魏应充总共这样加起来要被判了好几年，结果他都没有判，你知道为什么？缴钱啊，花款啊，没有钱的人就要关啊，有钱就不用关啊。这个叫司法吗？你们听过有人叫张晋律师吗？有啊。张晋律师22岁就考上司法官。然后他做了15年，他说：“我这15年就是恐龙法官，因为我没有出社会，什么都不懂，所以他越做越怕，越做但是我可以剥夺人的自由，把人判去关嘛，我还可以剥夺人的死亡生命啊，他越来越可怕，所以他说他要退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别人的福星呐！这段圣经里面在讲的，不要去挖坑了。所以圣经上每次讲到他们的罪恶的时候，其实就是他们失落了，罪恶没有不罪的意思，原在就不种地了。我们要回到这个目标。好，在这段信息里面呢，我们听起来都好难过，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背后有讲到上帝像父亲一样？还是要教导他们，挽回他们，所以何西阿还是去。你有没有发现，何西阿在讲这一些的时候，他知自己没有血气，没有怨恨，没有骄傲，说你们都做这么烂，只有我好，不是。他用为父的心肠，这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如果我们要劝诫人，如果我们摆一副骄傲，我比你行。
我比你爱主，我比你属灵，比你热心。我告诉你，所有我们劝诫人都受伤害。只有一种方法维护的心肠，所以维护的心肠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讲得很精彩，就是那浪子的父亲有没有？浪子的父亲整天在外面看，相离还远的时候，他先看到他儿子，先冲上去，对不对？他儿子呢，回来的时候，心中其实做了一个演练。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只配做你的什么雇工，也不是长工呢，临时工呢。现在临时工叫什么？派遣工啦。我每天接受你派遣而已。他连儿子没有身份，没有资格。结果他老爸却是怎么样？抱着他，对不对？他以为要垂下去的，结果我是抱着紧紧的。然后呢，他嘴巴凑过来，以为他爸爸咬下去了，结果是爸爸连连亲嘴，有没有？然后他就赶快说：“父亲，我得罪天，得罪你。”他第3句话要讲的时候，他爸爸说：“来人啊！”他说：“惨了，可能会打下地牢了。”结果是什么？上好的什么袍子给他穿上，戒指给他戴上，鞋子给他穿上。鞋子的意思就是家里你穿这种鞋子的，什么地方都可以跑了。你知道，因为他们家人你是雇工，你是管家，你的鞋子不一样，你只能到哪里了？都会分的界限。戒指就是你手一挥，所有仆人都要听话，了解吗？袍呢，就表示你是义袍，是家里的人，他们用衣服来分界限。所以上帝把我们，所以何西阿这样的劝勉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啊，回来啦，做我的儿子啦，做我的妻子啦，做专一的爱我啦，回过来他的整个信息在这里。好，我们最后来谈一个因信称义的观念，我们要很得安慰哦。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你们，你们不会到我的面前来。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会说耶稣是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天父的吸引，圣灵的感动，使我们我们这些人有这么多的罪恶、失败、软弱，可是上帝仍然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好，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来，是神所赐的。然后连这个信都是上帝所赐的。好，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为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创始成终。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对我们忠信到底，他会带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呢，应当回到正路，回到主耶稣基督的这条路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恳求你，透过这样的信息，帮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祭司、官长跟王家都得到教训。主啊，帮助我们成为福星，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亲友，因为我们蒙福。主啊，帮助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不要成为别人的网罗，不要成为别人的深坑。主啊，恩待我们。主啊，求你也恩待我们，专一的来敬拜你，让我们对你的敬拜委身奉献，动机非常的纯正，让我们专心的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给你。求主赐福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